哇，听到这个爆浆呢，是不是画面都出来了，老师？对，所以吃的时候要很小心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它热的时候，比较容易烫到嘴。是，所以吃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哈。我们今天爆浆鸡球，老师有打好的这个，对，一样是用鸡胸肉打的泥。那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哈，我们先要把这个吐司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那吐司，我们吐司可以先泡一下鲜奶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鲜奶可能你用量没那么多，那你可以把它改成用水。只是鲜奶当然它比较有香气了啊，因为有一个奶香味。对，好，先把这个吐司泡一下鲜奶。老师，我们用面包屑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。其实我们用这个吐司丁，就是单纯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粘着剂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拌合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泡过牛奶的吐司丁，它现在已经拌得有点糊化了。是。我们就可以来搅拌到我们的鸡肉泥里面。好，稍微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再做一点额外的调味。盐巴不用太多，因为cheese本身就有一点咸味，所以我们再适当的添加一点就好。那黑胡椒是增加它的一些辛辣感，那黑胡椒本身也蛮香的。因为这个鸡球比较属于偏向西式的做法。好，那这个是意式香料。好，把它混合均匀。好，拌好之后，我们最后这边有加一个洋葱末。洋葱可以增加它的甜味。跟它的不同的风味。切得好细哦。对，因为你太粗的话，等一下会不好包成一球。我们要这种泥类的东西或者是绞肉类的东西，拌好之后，我们都要稍微让它静置，因为让食物去融合它的本身的味道。尤其是我们是加吐司丁，更要让它跟鸡肉泥慢慢的去复合在一起，变成不会说你吐司是吐司，肉是肉好。那静置的时间呢？通常会15到30分钟吗？对，差不多就这个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静置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准备来包它的cheese。好，那包cheese因为它泥比较没有那么干，它有点带水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抓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手部抹一点油或水都可以。抹点油 ，OK。如果你是在家中，可能水比较方便，就用水。但是因为它已经潮湿了，你再用水，它会更软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用点油就好。我本来还想说水比油便宜，应该用水，结果老师马上说要用油。水也可以啦，只是水它本身就已经很湿滑了。它等一下会越捏越不成形了。对那我们一颗大概可以30克。30克一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包一个cheese球。那cheese呢，我们可以买房间的已经切好的块状，或者是你买cheese，因为cheese一般在家庭比较常用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包在里面。因为它软，所以只要把它捏密合就好。你可以每包一颗就刷一点油，因为它的手部一定会越粘越多肌肉。你每一次都抓一点油的话，比较不会粘黏。我们如果选用cheese丝去抓成球状的话，尽量不要过度用力捏，因为你捏太用力，它去油炸之后，它不容易溶开，不容易散开，而且你的热穿透不会到中心点。是。所以我们就是稍微捏成球就好。哇，幸好老师提醒，不然我回去现场。因为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把很用力压，结果你去不管加热的时候，它中心点都融不掉，
它还是一个块状在那里。老师，我不仅会用力压，我会像搓汤圆一样，是啊，把它每一个都弄得很圆。我这样我会觉得很心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圆会包得很漂亮。对。结果老师就是变成戳中要害，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做。变成你们想这样做的同学呢，最后他没有办法爆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溶不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鸡肉跟cheese已经包成一个球状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来裹粉去油炸。那我们裹粉方式属于三温暖。那所谓的三温暖，就是第一个是抹面粉，再来抹蛋液，再来抹面包屑。这就是我们传统说的三温暖。好，那我们就那面粉有没有说要用低筋、中筋、高筋？中筋、低筋都可以，高筋比较少人用。那我们在沾这个时候啊，为了你方便操作啊，其实你就是一只手沾湿的，一只手沾干的，这样比较不会两只手都黏糊黏糊的。对，两只手都黏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就沾完之后，因为我这只手刚刚是沾粉，所以我现在丢过去，我就用它来沾面包屑。好，要稍微的把它捏一下，表面都要沾到它的面包屑。就是说，老师捏一下的意思呢，是让这个面包屑呢稍微按压进去我们的肉球，好，免得说你炸的时候呢，它整个那个粉呢都掉到我们的油锅里面来哦。对。好，丢过去，一样把它再沾均匀。好，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，比较少会有帮手，所以就是自己想办法让自己方便操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鸡肉球已经沾好了它的面衣哈，那我们现在把油加热。我们这个加热的时候不要加热到一般传统炸物啊，我们大概是160度左右。那这个大概是100到120度，我们就可以下去炸了。因为你到160度，有时候它容易外面已经上色焦掉，然后里面还没有熟成，所以建议温度可以放低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下油的时候记得不要用丢的，我们就是轻轻的放，它其实不会喷到你。对啊，其实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哦，反而是你越靠近油放下去，反而不会就是油爆啦。对。那老师，因为什么说强调说要用120度左右就炸？因为今天我们里面有这个cheese啊，你如果油温太高的时候呢，可能里面还没有熟，外面就炸开，你可能cheese会整个流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它会爆浆。对，会爆浆，而且我们爆浆的时候，我们要吃的时候爆浆，而不是说在锅子里面就爆浆，那就这个 timing 就差很多了哦。它颜色已经慢慢的在上色了哦，这个时候你就要稍微留意了，因为我们刚才开始炸没多久，其实它现在已经5分熟，快6分熟了。那再加一下，现在就是等它里面的cheese去融化，因为cheese在最中心点。哇，我想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哦。对，这个小朋友，因为cheese其实，尤其是女性最爱，她就喜欢那个cheese的味道。我们这个油爆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表示它里面的cheese啊，已经开始从它的细缝里面开始在渗透了。那这时候就要准备起锅了吗？对，差不多了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等它颜色再上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熟成了，我们就把它起锅了。那起锅之后，最少就是让它低油30秒，这样表面上的油脂比较不会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经过低油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来盛盘。哇，好香哦！对，它cheese的味道已经释放出来了，真的超级香。好，这是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，一个是凉拌的，一个是热腾腾的油炸的。好，那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，都很简单。对，时间呢也都是就是说
你可以控制得很好，因为这些都是可以等待的嘛。就是说，哎，小朋友下课了，对不对？你都可以先把它拌好，它不会结在一起，因为韩国冬粉的特性跟我们一般的冬粉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个鸡球老师说，生的就可以把它做好一球一球放到冷冻，好让它固定，然后要炸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退冰，对，不要解冻，直接不要油炸就好。解冻，直接下去炸。好，但是时间呢要稍微多个2分钟，多一点，然后火力呢要稍微小一点。对 ，OK， 好。